这个礼拜就是上元元宵，这新竹北部伫咧正过15这天，拢会举办游光火活动，人人举一支竹竿仔做的花板，来到附近的秀峦山，一个接一个，远远看过去，就亲像一杯好灵同款。这代表讲要甲这好灵接转来因北部。济民众排规列，手举竹竿仔做的花板，一个甲火过后一个，大家做伙行去秀峦山。 规日的花板，甲北部的街仔路点甲光光光。第一次感觉是非常有意思的，然后感觉大家都对这个活动很热忱，就觉得很特别，然后在别的地方没办法体验到的感觉。相传在1895年的北部事件，日本殖民政府为了削弱在地人的反抗力量，在当地开一条新的路，要来斩断北部的龙马。经过地理线开破。 当地人发起野火把接龙的行动，代表将火龙接转来北部，发展成后来逐年正月15日游港火活动。所有的各村的这个乡亲往持着游港火到我们慈天宫来集结，然后在点完火的仪式之后，那我们再往我们北埔老街的巷弄以及我们秀峦山去做夜游，用这个游港火龙的一个概念把这个龙脉给它接回去。 今年的游港火节目，现场除了有趣味的活动，阁有好看的表演。目前报名人数已经超过3000人，要来做伙体验在地传统风俗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